我哋今日就參觀咗呢個東江水質監控中心啦。參觀嘅過程之中，我哋了解到興建供水工程嘅好多細節啦，包括亦都用咗好多科技嘅創新啦，去實時監控水質。我喺今次參觀之後咧，其實都了解到其實國家對呢個供水工程嘅重視同埋對香港嘅支持。因為冇呢一個供水工程，其實香港係冇咁高質素嘅水資源去支撐佢嘅發展。我自己作為年輕一代啦，咁都希望就係大家未來都可以繼續保護環境啦、節約用水啦，去好好保護我哋嘅水資源。作為年輕一代，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未必會知道，其實講緊60週年之前原來係發生咗咁多事情嘅，原來係咁難嘅一件事。作為東江水供港嚟講，成個環境嚟講，無論各方面都有挑戰啦。我覺得作為年輕人一代，喺我哋平時用水嗰陣時，都回顧一下，其實我哋嘅前輩為我哋付出咗幾多，去學習佢哋對我哋無私奉獻咁樣嘅精神。